金邊3日2夜自由行套餐抵玩價1880蚊起。Travelika 4月份自由行套票推介，由即日起即可以優惠價每位1880蚊起，乘搭國泰航空飛往曼谷，首2晚入住 Asia Palace Hotel。除咗坐落喺熱鬧繁囂、交通方便嘅鬧市中，酒店仲設有私人花園。優惠只去到5月30日前，售完即止。要玩就要趁早訂飛啦！快啲打電話去新怡旅遊，電話係23988814。